未必用矮啊，大佬打籃球高矮冇分別噶嘛，最緊要射得入係咪？咦，好似好怕醜咁喎！頭先你有份打，你唔記得咗啦咩？影咗㗎，係啦。OK， 跟住係 Trinity 嘅運動強項係乜嘢咧？我比較叻我射波都 OK 㗎。即係籃球。OK， 好啦，跟住有 Rachel。Rachel 嘅運動項目係乜嘢？我識打排球。排球。係。下次搞排球都要揾你啦，即係。要啦，同埋我識籃球嘅走籃。走步識唔識？係易好多嘅走步啊！蝦比我唔記得問翻你，咁你嘅運動強項係咩啊？我嘅強項係有冇算啦，梗係標準答案添嘛。OK，Angel。佢嗌你 Angel 喎，係啦。咁你嘅運動強項係乜嘢啊？我中學都有打過一陣籃。OK， 你添 OK， 好啦，跟住係 Queenie。你好 ，Queenie。Hello。我哋 JCBC 乜都有得玩嘅，你又中意玩咩運動咧？咩運動？我想問跳舞算唔算係運動？頭先有朋友問咗啦，梗係算啦，係啊。算啦係啦。咁我知跳舞啫。OK， 你要問睇跳舞算唔算係差唔多？睇跳舞算唔算係運動？我覺得佢哋算係運動咯，因為咧。睇跳舞算，不過揸住嗰部機咧就算啦。因為好重，舉重都係。舉重係啊。你哋係舉重大師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咧就係 JJ。你好 JJ， 你又中意 JCBC 玩咩運動啦？我中意嚟呢度 rap 得唔得 ？rap 係我做 rap 嘅代表隊。咁如果係帶氧嘅運動咁 rap 都 OK 嘅。可以，嚟3、2、1。我叫做 JJ， 今日嚟到啟德，我知大家一定得。喂，4個字啦，係咪先？勇氣可嘉係咪？唔錯啊，我覺得起碼都壓到一下運啦。Thank you， 文欣。你好，咁你好似講咗啦喎嘛？係咪打籃球啊？但係今日我射3分波。你真係3分波勁過男仔啊？係㗎。咁啊，下次表演啦。因為你係。因為我係，所以我射落去。咁你又咁講，Happy 又咁講。OK，Thank you，Kaya。Kaya 你好。Hello。俾你玩咩運動咧？又？我會揀跳舞，跟住揀打籃球。打籃球，因為係咪即係因為今日係籃球活動，所以你個都打籃球啊？我小學有打籃球。咁啊真係你應該組隊比賽啊！好，跟住咧 Carrie， 我應該俾個咪你，仲直過我係啦。你好 Carrie， 你嘅運動項目係咩咧？而家就係跳舞啦，但我細個嘅時候玩好多嘅，有打彈琴啦，有田徑，跟住細個有玩過體操。哇！全能喎！咁啊，記住 join 我哋 Fishing 入邊好多活動都喺呢度玩㗎。OK，thank you。跟住咧就係 Shanna。你好。Hello，我係 Shanna。你喜愛什麼運動咧？我都係跳舞。就係跳舞。係，細個都有打過排球，依家就玩其他嘅。係，不過通常聽到你都係中意 team sport 比較多啲啊，所以咁合群啦，係咪 ？OK， 好啦，跟住柔柔。你好。你嘅運動選擇係？中國舞、跑步、爬山。喂，嗱，佢嘅答案特別好多啊！你樣都條解有啲唔同啊。Special。我就用 special。哇！佢冇反應喎，你係 special 嘅。好 special 啊！